4年又4年，4年又4年，嚟緊都第8屆啦。每屆我都諗清楚噶啦，老細。香港人嘅頭等大事係要實現啲嘢，有得揀，揀個好，千祈唔好揀錯。揀到咗嗰日都記得去投，先至有用。講咗9000幾次啦，仲有人話唔得閒去，呢啲藉口我聽得多。咁啲貨咧，幾時有？到咗啦。點解揀親你天台嘅？曬下太陽，啲貨俾你。淨係得宣傳單張，有冇其他嘢啊？仲有啊，我都唔玩毛毛公仔嘅，係咪偷聽嗰啲人嚟㗎？玩住先啦。跳箱寶寶，咁下次係幾時啊？ 12月7號朝早7點半。